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我想伫遮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的一年拢会当勇敢敢若牛咧。伫咧影片开始进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 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咧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。好，安尼今年是牛年，所以咱就来教一寡甲牛有关系的俗语。头一句咧是即句：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。牛，互人的印象呢，就是拍拼、考考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永远拢袂放弃。台湾因阵是农业社会，有足侪传统好犁，所以因阵的人会着讲，只要你甲牛共款，肯做，毋惊艰苦，毋惊辛苦，肯拍拼，就毋惊会无代志通好做。这就是即句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啦。好，安尼后一句咧是即句：膝头较济过牛毛。实即个字咧，因阵是做田的时阵人咧用的。人因阵讲做实，就是讲做田啦。因为台湾因阵咧是农业社会嘛，大家嘛无啥物别个代志会当做，敢若会当做田尔。所以人讲做实咧，就是讲做田啦。石头咧嘛是共款啦，本来嘛是讲甲做农业有关系的物件咧，才是石头。毋过即摆石头即个词咧，已经比做所谓工课啊、头路啊，拢会当讲是石头啊。亲像工人啊，就会走去工地问领班，敢有啥物石头通好做？这就是敢有啥物工课会当做的意思。人若是讲你哪会无去做事，这就是讲你哪会无去上班，你哪会无去食头路，你哪会无去做工课啊？好，安尼石头较济过牛毛，就是咧讲吼，工课啊还是代志，坐甲比牛毛佫较济，坐甲拢算袂过来啊。好，安尼最后一句咧是即句：万牛搞屎尿。迄若是牛行足慢足频段的时阵呢，一般拢会定定想要去放屎放尿，只安尼来拖时间倒拼做事。即句万牛搞屎尿呢，就是咧形容频段工课也是代志做无好的人呢，定定会找借口来倒拼来拖时间。好，以上就是3句甲牛有关系的俗语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，拢会当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，膝头坐过牛毛，毋通万牛搞屎尿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我是 Lisa， 恁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莫袂记帮我按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爱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呢，嘛爱袂记帮我直接订阅呢，去拍个表演小铃铛，安尼才会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